一單差唔多30幾年前嘅離奇失蹤案，竟然喺多年之後，以一場又一場嘅夢境，重新進入大眾嘅視野。今日我哋就嚟傾下呢單依然撲朔迷離嘅懸案。你好，歡迎嚟到瓜皮靈元購。呢個 channel 會同你探尋靈幻故事，歡迎訂閱、分享同埋留言評論。相入面呢個五官清秀、好有氣質嘅女仔呢，就係王晶嘅助理梁嘉敏啦。1994年，佢為恐怖片睇景嗰陣離奇失蹤，成個案情疑點重重。喺查案嘅過程當中，仲發生咗好多靈異事件。咁而靈媒亦都推算出一啲詭異嘅線索，不過最終都仲係不了了之。但係成件事喺17年之後出現咗轉機，有一個女仔聲稱自己多次被託夢，仲清清楚楚咁講出成個遇害過程。好多網民都覺得呢個託夢嘅人正正就係失蹤咗多年嘅梁嘉敏。咁到底係咩一回事呢？梁嘉敏當時到底經歷咗啲咩嘢呢？2011年，香港電視台突然間接到咁樣一個電話。嗰個女仔叫阿寶，佢話自己喺2010年到2011年期間，自己頻繁夢見一個女仔喺夢入面同佢申冤，話自己10幾年前含冤而死。咁個女仔就希望阿寶可以幫佢報警，將啲衰人繩之於法。除此之外，個女仔仲同阿寶講返成個案發嘅過程。嗰日佢着住黑衫白裙，搭巴士去香港城門水塘睇景，點知一落車就俾3個男人襲擊，當中有一個仲要係佢嘅追求者添。不過當時個女仔已經有未婚夫啦，所以好果斷咁拒絕咗呢個人。而至於呢個男人叫咩名，佢就冇提到啦。然之後佢就俾呢3個人用一架藍色嘅貨 van 綁架去荃灣一間鐵皮屋入面，並且受到呢3個人嘅侵犯添。佢當場就昏迷咗，而呢3個人仲喺佢身上灑咗啲藥物，之後抬住佢，將佢掉咗喺荃灣附近嘅一條河入面，想毀屍滅跡。而講到呢度，阿寶嘅情緒崩潰，佢大聲咁喊，佢真係唔知道仲可以向邊個求助。佢曾經將夢入面嘅情節講俾屋企人同埋朋友聽，但係大家都覺得佢撞邪啊，根本就唔信佢。呢期節目引起咗好大嘅轟動，全港嘅市民同埋網民化身做福爾摩斯，自發咁去查返10幾年前未破嘅女子失蹤案。群眾嘅力量果然好犀利嘅，真係俾佢哋發現咗阿寶喺節目入面講嘅一啲細節呢，同17年前王晶嘅助理梁嘉敏失蹤案入面警方調查過嘅疑點有驚人嘅相似之處，甚至乎有啲可以一一對應添。咁究竟同阿寶託夢嘅人係咪梁嘉敏呢？佢同阿寶素未謀面嘅噃，點解專登要託夢俾佢呢？時間翻到1994年9月1號嘅朝早，喺香港荃灣附近一間村屋入面傳嚟一陣好急促嘅電話聲。有一個叫做華女嘅女警攞起電話，呢個電話係同佢合租嘅好姊妹梁嘉敏嘅同事打過嚟嘅，問佢梁嘉敏今日做咩冇返工啊？呢個時候華女先至發現梁嘉敏成晚冇返過屋企。需要知道梁嘉敏一向好乖好聽話嘅，從來唔會夜晚唔返屋企。唔知係咪因為做警察嘅直覺呢？華女覺得呢單嘢好古怪，於是馬上報警。警方接到報案之後，迅速展開調查，結果發現呢單嘢唔係普通嘅失蹤案，呢單嘢有好多唔妥嘅地方。根據警方了解啦，梁嘉敏1973年出世嘅，當時得21歲嘅啫，生得好靚女下。失蹤之前係王晶嘅製片助理，佢平時負責嘅工作主要係幫製片人去跟進返個項目嘅運營，同埋幫新戲睇景等等。當時香港電影圈就好興拍恐怖片嘅，差唔多每個導演都會試下拍。咁王晶當然亦都唔例外啦。佢當時籌備緊拍一部恐怖片，咁於是睇景嘅任務呢就順理成章咁
交到去啱啱做咗1年嘅助理梁家敏嘅手上。咁梁家敏亦都一直為呢件事四周圍頻撲啊！喺佢失蹤前幾日，亦即係1994年8月25日，佢曾經去過荃灣城門水塘度睇過景，但係佢對嗰個地方唔係咁滿意，於是佢諗住7日之後呢，亦即係8月31號，再去城門水塘行多一轉。點不知咁一去呢，佢竟然好似人間蒸發咗咁。到第二日開工啦，導演發現佢又冇請假，又冇返工，叫人打電話俾佢呢，電話一直打唔通。後嚟個同事就將電話打到去佢哋住嘅地方，問下到底發生咩事啦，先至知道佢唔見咗。梁家敏嘅阿爸阿媽接到警方通知，先至知道個女失蹤。咁而根據佢屋企人嘅描述呢，梁家敏性格好溫和，係個乖乖女嚟嘅。平時生活工作兩點一線，一係返工，一係返屋企，人際關係亦都好簡單，經濟獨立，亦都冇爭人錢嘅。警方暫時排除咗仇殺同埋情殺嘅可能性，不過佢哋唔敢大意啊，因為當時香港就發生咗幾單同梁家敏失蹤案好相似嘅無端端失蹤嘅案件。根據了解，當時警方出動咗過百個警力，前往梁家敏最後現身嘅城門水塘附近進行大搜查。但係城門水塘長年大霧籠罩，人跡罕至，附近嗰啲樹咧又高又密，遮天蔽日，地形亦都好複雜。警方搜咗4日4夜，始終揾唔到梁家敏嘅蹤跡。佢哋甚至乎進行咗地毯式嘅搜查，但係結果一無所獲。一個生勾勾嘅人就係咁憑空消失咗啦。咁而收到消息嘅王晶導演呢，亦都可以話係盡心盡力嘅。佢首先吩咐手下喺報紙上面去登梁家敏失蹤嘅相關消息，仲願意出重金懸紅徵求線索。所以呢單案喺香港可以話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亦都導致咗一啲有心人啊，將呢件事同詭異嘅城門水塘聯繫埋一齊。需要知道恐怖片嗰啲取景地呢，通常係一啲比較偏僻、有啲恐怖氣氛嘅荒山野嶺。咁而梁家敏去嘅城門水塘，成日俾大霧籠罩，陰森恐怖，絕對係拍鬼片睇景嘅最佳地點啦。好多劇組都會去嗰度拍戲。城門水塘亦都幾乎變成咗香港導演拍恐怖片嘅御用場地。而令人最驚嘅係，嗰度成日會傳出啲怪事嘅。聽講話有演員喺拍戲期間去廁所嗰陣，硬係覺得後面有人拉住嗰件衫。仲有演員拍戲嗰陣，對白已經明明講咗噶啦，但係導演喺監視器入面完全聽唔到聲，而且無論拍幾多次都好，都係咁樣。當中最出名嘅就係劉德華同埋周星馳喺城門水塘拍王晶導演嘅整蠱專家當時嘅一個傳聞。話說當時呢係中午嚟嘅，周星馳叫劇組一個手足幫佢買叉燒飯，咁個手足呢就好高興咁去咗啦。翻嚟之後，佢將個飯盒俾咗2個人，之後就走咗。咁而令到周星馳同埋劉德華覺得不可思議嘅係咩呢？就係佢哋一邊食住叉燒飯，無意間佢哋望到隔離嗰份報紙，上面寫住今日中午有一個男人俾車撞死咗，而報紙上面個男人嘅樣呢，正正就係啱先幫佢哋買叉燒飯嗰個後生仔。呢單嘢真係嚇親佢哋，佢哋馬上將食落肚嘅嘢通通嘔翻晒出嚟。咁而呢個八卦呢，喺香港娛樂圈係傳得好勁嘅。不過呢單嘢就同恐怖片嘅情節好似啊，好有可能係為咗部片做勢，所以先傳出嚟嘅啫。咁所以呢啲傳聞呢，唔單止冇令班導演避開呢個地方，反而更加想喺拍戲過程當中遇到啲靈異嘢。因為喺香港遇到鬼怪嘢嘅戲或者 MV 呢，票房同埋銷量肯定會大賣。咁可能係因為聽過城門水塘傳聞嘅原因，梁家敏嘅阿爸阿媽就專登請咗香港最出名嘅靈媒翻嚟。呢個靈媒占卜之後，佢講咗一句說話，佢話梁家敏嘅命格生前就入咗木宮。咁咩叫木宮呢？其實木宮又叫做木庫，係古代算命嘅一種講法，意思即係話人嘅運勢行到好惡劣嘅境地，
就好似被困咗喺一個幽閉嘅空間入面咁。梁家敏阿爸阿媽聽到靈媒咁講呢，馬上追問個女係咪俾人埋咗啊？靈媒話唔一定係埋嘅，有可能係被困住，但係梁家敏具體被困咗喺邊度呢？佢講唔出，因為呢個木工一直喺度移動緊嘅。嗱，靈媒嘅呢番說話就令到呢單 case 更加之撲朔迷離啦，甚至乎之後仲傳出咗一單連警方都搞唔掂嘅詭異嘢。就喺呢單 case 發生咗之後，成日有警員喺半夜值班嘅時候接到報案電話，電話入面話自己喺荃灣俾人侵犯。當警員趕到荃灣嗰陣，就發現現場係冇任何作案嘅痕跡嘅。之後警員回撥翻嗰個報案電話啦，先至發現嗰個 number 竟然係鬼號喎。嗱，成件事最後都解決唔到，就成為咗一個謎啦。種種離奇嘅事件，加埋王晶助理嘅名頭，同埋報紙以及媒體嘅大肆報導，呢單 case 喺本地引起咗好大嘅風波，但係始終都係冇進展嘅。梁家敏嘅屋企人每日都好痛苦，佢哋可以做嘅係咩呢？冇，只有等。就係咁過咗10幾年，就喺梁家敏阿爸阿媽都認命啦，大家都開始慢慢忘記呢件事嗰陣，就出現咗開頭講嘅託夢事件啦。呢件事被爆出嚟之後，有網民聯想到阿寶所講嘅鐵皮屋同埋河流，咪正正就係梁家敏阿爸阿媽揾靈媒卜卦結果咯。而佢所講嘅荃灣，警員之前接到嘅奇怪嘅報警電話，咪正正就係由荃灣打過去嘅咯。網民覺得靈媒大師嘅意思好可能就係條屍喺水入面嘅，俾水一直沖住行，同阿寶所講嘅河流不謀而合啊！亦都有人覺得17年前阿寶好有可能喺樹林入面親眼目睹過成個過程，令佢留低咗好深刻嘅陰影。大個咗之後呢，先至會頻繁發夢咁見到。當然啦，亦都有唔少網民質疑，係阿寶以前喺網上睇過同梁家敏失蹤相關嘅報導，經過自己嘅想像力加工，作咗呢個託夢嘅講法出嚟。目的係咩？就係為咗搏出名。為咗呢件事，仲專門有人去採訪過王晶添。王晶話公司人數太多啦，佢同梁家敏其實冇見過幾次面嘅啫，而且佢平時忙住寫劇本同埋拍戲，所以對梁家敏嘅印象就並唔深刻。關於託夢呢個講法，佢覺得一啲都唔科學，而且佢覺得啊，就算係託夢啦，都應該託俾自己嘅親戚朋友，邊有可能託俾個三寶人嘅啫？但估唔到過咗冇幾耐，又有件怪事發生啦。梁家敏生前嘅一個好朋友喺同一檔節目入面接受採訪嗰陣，佢竟然話自己都有被託夢。喺夢入面，梁家敏同佢講，因為警方唔信上次託夢嗰個女仔嘅說話，佢好心急，佢好希望警方可以盡快揾到自己嘅骸骨，捉到當年嘅兇手。所以佢再次講返自己當年遇害嘅成個過程，並且同呢個好朋友講，一定要令警方相信啊咁。而最重要嘅係，今次佢仲好清楚咁指明自己條屍停留過嘅地方。呢件事傳出咗之後呢，再次引嚟熱烈嘅討論。警方迫於輿論壓力，唯有重新調查呢單懸案。去到2011年，警方將之前所有同案件相關嘅人，包括梁家敏嘅熟人、王晶等等，全部叫晒去警署嗰度核查，但係結果依然係一無所獲。跟住落嚟，警方仲進行咗好多次大規模嘅搜山同埋現場搜查。根據當時同警方一齊去現場嘅記者所講咧，梁家敏喺夢入面講嗰條屍停留過嘅地方係一條乾咗嘅山溪，已經斷流咗好多年嘅啦。但係警方去到現場嗰陣，佢哋發現嗰條乾咗咁多年嘅山溪，竟然仲係好多泥扮嘅噃，一啲都唔似乾咗好多年咁樣嘅。問翻附近嗰啲居民，啲居民都覺得好奇怪，因為喺班警察嚟之前呢，呢個地方明明一直都係乾嘅，
既然你都嚟到啦，警方亦都繼續去查啦。結果到頭嚟都係咩都揾唔到。後嚟又過咗一段時間，香港各路嘅靈媒大師、神棍、半仙紛紛上電視表演招魂問靈，話自己計到梁家敏被碎屍成為好多嚿，但係根本冇一個人可以提供到有用嘅線索。咁無奈之下，警方唯有宣布搜查結束，而喺法律意義上亦都宣告咗梁家敏嘅死亡。面對大眾嘅質疑，亦都有媒體表示，嗰個話自己被託夢嘅女仔講嘅啲內容，同梁家敏案其實有好多矛盾位嘅。就好似個女仔話，佢發夢嘅時候夢到夢入面嗰個人話佢係去揾工嘅，但係其實梁家敏係去睇景，而且失蹤嗰日梁家敏着嘅衫係白衫黑褲，同阿寶講嘅黑衫白褲係完全調翻轉。到咗依家，距離梁家敏失蹤已經過咗好多年，呢單案依然係一個巨大嘅謎團。我哋期待真相可以早日水落石出。今日我哋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呢個 channel 會同你探尋靈幻故事，歡迎訂閱、分享同埋評論。我哋下期再見啦！